歡迎大家收睇 Michelle Channel。今堂咧就會教大家點樣做個胸部嘅運動嘅。咁話說咧，我講翻個故仔先。琴日咧，我行山嘅時候，有啲女士嘅朋友喺度話：喂 Michelle，點樣可以令個胸部更加豐滿？咁佢就叫我拍條片。好啦，咁今堂咧就教點樣豐胸嘅動作啦。女士係最開心嘅。咁呢個動作咧，首先其實用個啞鈴咧做就得㗎啦。咁我今堂就會做幾組動作啦。咁係有啲係會用啞鈴，有啲就唔需要用啞鈴嘅。咁分別係針對我哋胸部呢個肌肉，跟住同埋側邊呢個肌肉。咁就希望令到呢啲肌肉咧就更加胸部嘅肌肉呢度側邊咧就更加強壯啦。咁令到個胸部更加飽滿嘅。咁首先我哋做翻少少 warm up 先啦。咁我哋吸氣，手向上，呼氣放鬆，跟住之後咧，我哋再做翻個手部伸展，因為今堂咧都幾多用手部拎啞鈴嘅動作嘅。首先向呢一邊拉一拉先，再放鬆，再去另外一邊拉一拉。再放鬆，再重複多一次。拉嘅時候，將隻手拍過嚟你個心口多啲，手係要伸直嘅，而另一隻手咧就撳實你個 elbow 撳落嚟嘅。呼氣放鬆，重複多一次。呼氣放鬆。咁今堂咧，首先就將Option 1即係初級嘅同學咧，就可以攞1至4 kg 啦。高級班嘅同學咧，就可以攞5 kg 以上。咁自己量力而為，揀翻自己嘅重量嚟做。咁首先咧，我哋就瞓喺個脊度。瞓咗喺度之後咧，第一個動作咧，其實係將個啞鈴咧向上推嘅。推嘅時候，其實發力點咧就係喺你個胸口呢一度上拍嘅。咁如果你覺得喂，我拎呢個啞鈴咧就唔係好 feel 到個力點喺度發咧，你可以考慮攞再重少少嘅啞鈴。咁我哋每一組推嘅動作咧就會做15下，咁為一組，咁每一 set 咧就做3組嘅。我哋預備，將個啞鈴擺喺心口，吸氣呼氣向上推，1、2、3，呼氣上4、5、6、7、8、9、10、11、12、13、14、15，好，放喺度唞唞先。做嘅時候咧，記住發力點，其實而家係訓練緊胸部上邊呢一個位嘅。我哋停留30秒。咁胸部嗰個肌肉咧，其實除咗上面啦、側邊啦，其實仲有下邊側邊呢一個位嘅。咁今日做嘅動作其實全部都圍繞住呢幾組肌肉嘅。好，預備，將個啞鈴擺喺心口，呼氣推上去。2，記住個力點咧係胸部上側嘅，要 feel 到你推上去嘅時候咧，要個腦部同個肌肉講話，而家係訓練緊呢一組，同埋你要感受到呢個肌肉咧做落去有酸軟嘅感覺嘅，咁先至有效嘅做運動。6，要有個 awareness 咧，嗰組肌肉係訓練緊嘅。7、8、9、10、11、12、
13、14、15。好，我哋再放鬆，放翻落嚟先，喺度停留30秒。我哋第三組嘅時候咧，今次上同埋落嘅速度再慢啲。其實越慢咧，訓練個肌肉嘅 endurance 會更加強勁嘅。我哋去翻 setting position 啦，好，預備1慢嘅今次2，而要個 awareness 咧，個力點係胸嘅上側3、4、5、6，推上去嘅時候咧，個啞鈴咧，我係會掂實嘅。7，慢啲呢組8、9、10、11、12、13、14、15，好，非常好。我哋再放低。咁下一組動作咧，我哋係會做將個啞鈴咧，我講一講點樣做，向中間推嘅，中間推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想夾翻個胸咧去中間位置嘅，咁係練翻個肌肉去翻中間呢個位。其實個練嘅肌肉咧會夾實呢一度。咁我哋停留多一陣，準備開始啦。好，準備個啞鈴呢度擺翻喺至中呢個位啦。我個手嘅指上，好，預備推上去中間。呢個咧係連你個胸中間嗰個位嘅，即係喺呢度心口呢一個位嘅個肋骨。好，3。同埋將個肌肉咧再集中啲嘅4、5、6、7、8、9、10、11、12、13、14、15，好，放鬆，再放返喺度。咁停留30秒啦。其實通常練肌肉咧，比較理想嘅一堂咧係至少1個鐘至1個半鐘嘅。咁而家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其實通常拍片都係15分鐘或10分鐘。咁我就建議大家咧，即係譬如我有啲力嘅訓練嘅運動咧，你可以幾組一齊做，即係譬如3堂嘅15分鐘一齊睇，咁係鍛鍊晒全身會比較理想嘅。咁我準備第二組啦，去翻至中啦，呼氣上1、2，夾翻中間3、4，要 feel 到個力咧喺個心口中間嘅4、5、6、7、8、9、10、11、12、13、14、15，再放鬆，我哋休息30秒。咁第三組啦，同頭先嗰組一樣，我會做得比較慢啲嘅，等個endurance 更加強勁，即係個訓練嗰個耐力會更加好嘅。我再唞一陣。
好啦，拎你個啞鈴啦，準備。第三組慢少少，擺喺節中，手上面先，呼氣上1，慢啲2，記住個腦部亦都同個肌肉講話，而家我訓練緊胸部嘅中間啦，3、4、5、6、7、8、9、10，慢啲，再慢啲，11，落嚟再慢啲，12、13、14、15，好，放返落嚟，非常好。跟住下一組嘅動作咧，就要企返起身先。咁呢一個咧，就係會做一個類似swing 開嘅動作嘅。咁我就企喺度喺度做啦。我試返一組先。咁呢個動作咧係少少打側，微傾向前，跟住呢度打返開1。咁呢個動作咧，亦都可以練返你個背脊呢個肌肉啦，即係雞翼骨嗰個位啦，同埋呢個打返開個 chest 嘅。我哋預備好咧，就進入做15下啦。打側啦，1、2，記住 swing 嘅時候咧，唔好將個啞鈴咧揈高過你個膊頭嘅。我係微微低少少已經得㗎啦。3、4、5、6，呼氣上7、8、9、10、11、12、13、14、15，好，放低眼嚟。咁呢一組咧，其實involve 多啲背脊嗰個肌肉呢個位嘅，我因為打返開嘅成個動作，咁就冇頭先瞓喺地下嗰啲胸部運動嗰個咁強勁嘅，呢個 more on 你個背脊嘅。咁我哋準備做第二組啦，再繼續拎你個啞鈴嘅，微微向前，身體上升，呼氣上1、2、3、4，呢個而家練緊你嘅背肌，5、6、7、8、9、10、11、12、13、14、15，放鬆。我哋再唞多一陣咧，做第三組噶啦。咁第三組咧，同頭先一樣啦，我就希望個速度要再慢啲。其實所有動作咧，越慢，即係上同埋落個動作咧，越慢咧，咁係會可以訓練到你個肌肉個耐力再落多少少嘅。我哋做第三組啦，微微向前傾啦，個人千祈要打返開個膊頭，唔好內旋咁樣做。轉翻開個膊頭，打側預備，1、2、3、4、5、6、7、8、9、10，最後尾嗰5下再慢啲，11、12、13、14、15，慢慢落返嚟。好，咁我哋而家做返少少relaxation 先至落堂啦。咁吸氣，手向上，跟住右手再向下，
左手咧就慢慢撳翻低個手向下。咁我一路做 relaxation 講解金堂講咗嘅嘢啦，爭取時間。咁金堂咧，其實大家都瞓咗喺個脊度咧，首先練咗個胸上邊呢個位啦，亦都第二組動作咧夾實咧，亦都練緊胸嘅中間呢個位嘅。咁最後尾個 swing 咧，就即係頭先啱啱個動作 swing 開咧，咁就練緊你個後邊個背肌嗰個位啦，即係呢個背脊呢個位啦。咁其實如果你努力持之以恆咧，加埋你個磅數啦，咁金堂用2 kg 啦，咁理想嘅話咧，逐步要應該攞到5 kg 嚟鍛鍊呢一組動作咧，會更加理想嘅。咁大家自己量力而為啦，用翻自己適合嘅 kg 嚟做會比較好嘅。咁最後尾拉埋左邊，好，呼氣放鬆。咁多謝今日大家收睇呢一堂啦。咁我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堂。咁多謝我個朋友 inspire 我，就話拍呢一個片段嘅。咁希望大家繼續睇我嘅 channel 啦。咁好啦，拜拜。